在座咁多位朋友一齊睇嘅朋友係，你哋頭先一路睇咧，俾嗰啲反應係勁到咧，以為你係排過嚟嘅。頭先見到阿峰啊攞住嗰個回到過去嗰個時光機嗰個碟咁咧，跟住收埋佢哋會。哎呀咁樣嘅喎，佢哋，哎呀咁好識俾啲反應。你哋創咗另一種影院，有 4D， 你哋靜啲，你會現場俾埋情緒價值，好好。咁我哋一齊合唱一首《天命最高》嘅得唔得咧 ？Let's go！ 一齊唱喎，唔係淨我哋唱喎，有歌詞。大銀幕有冇歌詞㗎？有啊。有嘅，但係我哋會擋到我哋有冇啲歌詞喺下面喎？我上面㗎，好好啊！你度度都有嘅，但係首先我哋音樂高大喎。春秋都知聽天地號令，天命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？邊個亦一樣入定，誰在殺台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要始終，但誰戰誰都會依你意來營造。下一世，別理誰叫高速。最高，呢一刻一定要拍低佢，會係我哋永遠嘅一個回憶。誰贏誰，不需一定定出天命定。那年，輪迴今世劇情，誰和誰？亦在歷史下效命，殘酷過一劇情。Let's go！ 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終，萬歲千歲都。